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3章21节到38节。约翰福音13章21节到38节。耶稣讲安尼，心内大悲白，就干净讲：我实实甲恁讲，恁中间一人要卖我。学生三看，想毋出伊是讲什么人。有一个学生就是耶稣所听的，提近耶稣的行程。西门彼得点头甲伊讲：请甲阮讲，伊所讲的是什么人？伊就向身挖耶稣的胸坎，甲伊讲：主啊，是一罪。耶稣就应讲：我运一块仔面互伊，迄个人就死。随时运一块仔摕互加略人西门的囝犹大。伊受面了后，撒旦就入伊的心。耶稣就甲伊讲：你所做的，紧紧去做。当道的人无人知为着怎样对伊讲即个，因为犹大管钱地，有人拍算，敢是耶稣甲伊讲：你去买咱守节所欠用的，也是教伊去进节送乡人。犹大记着迄个面，两边出去，迄时眠死。已经出去，耶稣讲：当人子得到阳光，上帝也伫伊得到阳光。搁上帝要伫本身阳光人子，也要两面阳光伊。细囝啊，我还有点仔久，甲恁伫地，恁要找我，我所去的所在，恁袂会到。我捌甲犹太人讲，当也安尼甲恁讲。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西门彼得甲伊讲：主啊，要倒落去。耶稣因伊讲：我所去的所在，你现时袂对我，后来要对我。彼得甲伊讲：主啊，我现时怎样袂对你啊？我要为着你放弃性命。耶稣因讲：你要为着我放弃你的性命吗？我实实甲你讲，鸡也袂啼，你要3摆毋认我。请本堂主任牧师由普宏牧师讲道，伊的题目是“知我的主耶稣”。请咱三甲来祈祷。主，你深知阮的无够额，阮的软弱。主，你用疼来包容阮，来教导阮。主，你也用你的话来引带阮头前人生的道路，互阮会通时时行伫你恩典的道路内底。求你来开阮的心窍，明白福音真理，互阮用信心照安尼去行，每一个人拢得到主你满满的祝福。同心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因为遐这大家平安，家己迄边仔照顾者，讲咱做伙来领受上帝恩典。会记咱顶礼拜讲啥物啊无？哎呀，其实吼，主耶稣对咱讲，你毋知影我的心意啦吼。当彼得讲，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囝，哇！耶稣甲拍拍手。无偌久吼，耶稣讲要上耶路撒冷，要行十字架道路，伊讲稍等下，稍等下。佮骂耶稣吼，讲你千万袂使安尼做啊！耶稣甲责备，撒旦退去我的后面，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毋是体贴上帝的意思啊。所以伫十字架的救赎计划内底，咱看见彼得吼，伊讲一句话，真做耶稣要行伫迄个十字架道路的一个窒碍啊。所以耶稣就提醒伊，咱对学
生对彼得因的性命要来提醒，要来帮助咱看见，对一个无道初识，你有常常在读圣经了，慢慢的性命你属灵的性命会进步呢，会成长呢。总是伫这个过程的内底咱若对家己的信心真满的时阵有当时嘛是一个危机啊。就是讲，咱掠家己的意思，咱亲像彼得相款讲主啊，千万不可用家己的意思要来代替上帝意思的时阵，那安尼这毋是上帝所爱当时咱认为家己的信心真勇，咱感觉讲咱读圣经读足济啊，几啊遍啊，若咧比较时，我敢袂输咧，我讲我读几啊遍啊有落来毋甘输赢，你知无？讲我对册皮就读较册心，我讲，我意思讲我嘛有读啦，总是有当时无介明白安尼像诶，咱知影讲有当时咱伫信仰诶道路顶面，咱会比较比较讲我读偌济，我听偌济讲道，我有偌熟练，总是即个是毋是上帝爱？伊真正是看咱的内心，毋是看咱的外在。所以伫遮咱看耶稣甲彼得讲一句真要紧，讲你敢若体贴人的意思，你是照人的意思咧讲这话，你并无照上帝的意思，无采拄仔甲学落了。今仔咱要透过这段的圣经伫遮来讲捌咱知咱的就是主耶稣。因为伊知影讲，咱面对真侪挑战、考验的时阵，咱的信心可能是破产。咱可能信心会因为一件事件，你无照你的心意，你的信心就冷淡离开上帝。因为一个信心的挑战，互你妥协伫这个现况。伫你所面对的顶面，毋是照你的意思来行的时阵，所以有当时咱会因为信心的软者，信心会看袂见上帝的意思的时阵，咱可能会伫遐来跋倒，甚至离开这个信仰伫牧会过程中，咱有看真济，因为一个项代志、一个环境的改变，伊来离开主。拄仔有一位年长的来伫楼骹参加即个解友的遮的聚会，总是伊感觉即段时间足不安的啦，所以伫遐来姊妹来带伊来讲，我看会当会将遐资料甲摕出卖啦，安尼我心足不安的呢。我嘛是甲鼓励啦甲鼓励我讲，咱像长老你80外人，这90你也看伊安尼伫遮来信靠不过教会随时拢为着你来拍开有当时咱会感觉讲真可惜人真到伫上帝面头前，总是心若无拍开的时阵，不过我鼓励我讲上帝有愿听你有为着你来开这个门。咱要安怎好胆无惊吓来到主面头前？是因为主听咱，主知影咱的软弱，佮互咱有机会，伫遮搁一遍，伫遮来提醒，透过伊对犹大、对彼得、对这学生所讲的话。今仔咱看遮个，咱知影讲遮个顶下文，咱知影规个故事伫讲啥物。总是当咱伫现况的时阵，当咱伫迄个时阵。检查有当时咱无明白，到底主耶稣在对咱讲啥？到底咱面对的软弱是啥物？所以伫遮透过这段的圣经来帮助咱，耶稣知影咱的软弱，耶稣嘛愿意来帮助咱，耶稣嘛想使伊的开力，互咱会通伫遮活倒转，好胆无惊吓来到伊施恩的宝座前，对伊来恳求。来面对咱家己软弱的所在，因为只有耶稣是知影你心思意念
你的心思毋知要对啥物人讲的时阵，伊拢知啊。你会当对伫遮来透露你家己的心事。所以牧师要透过这段圣经有2个目的要提醒咱。头一个就是讲，咱信主偌久啊，拢是伫这个过程中，包括牧师每一个中级在内，咱拢有信心软弱的所在。也阁有迄个盲点，就是讲你看袂到全部，你敢若看到，亲像有当时咱会看到讲，哎呀，别人的毋对。圣经讲哦，你都无看到你家己的大箍叉啦，迄婴仔叉，遐尼大箍，伊敢若看去别人的眼中的啥？迄个草，迄个刺哦，迄个细枝刺。你迄大箍叉，家己拢无看到吼，婴仔吼，婴仔叉，大箍叉。透过这段圣经要伫遐提醒，对犹大、对彼得来看到咱生命内底迄个看袂到的点，甲软弱的所在。第二个目的就是讲，透过这个信息，牧师毋茫讲，互咱知影讲，软弱一时，总是靠主是一世人。来到主的面头前，咱要安怎伫遮来挖靠伊？搁进一遍，像耶稣提醒彼得。你有听我嘛？伫迄个伫对话过程中间，你有听我嘛？后壁吼，咱知影约翰福音后壁遐，彼得讲有啊，我有听你啊，一遍、2遍、3遍，安尼感觉讲，哎呀，耶稣哪会安尼？到尾伊真正用迄个信心哦，主啊，我有听你。这是咱过来后礼拜要伫遮来提醒咱哦，伫咱的信心的过程内底。咱是毋是通搁较听主淡薄，搁较听主较侪？咱要对即个故事，也是讲即段圣经来看，讲主耶稣其实拢知影咱的生命的光景，啥物人会出卖伊啊？咱做伙来读即段圣经来。耶稣讲安尼，心内大悲白，就干净讲，我实实在在讲。恁中间一人要卖我，发生是啥物啊？你看你的隔壁者来看一下。后来道好亲像，当时道好亲像耶稣是咧可能咧讲你啊。咱常常拢用即支镜头咧记别人，对无？就是你啊，就是牧师，就是咧讲你啦，吼。你毋知影讲你其他的镜头拢记啥？拢去家己咧吼，所以伫遐嘛是安尼看来看去，咁即个面可能是吼可能即个要出卖耶稣吼，大家伫遐咧摇啦，是啥物人？是伊吗？也是伊？有当时拢无讲是毋是我？咱拢较少讲是毋是我？这自我的提醒，其实这是信用真要紧的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学生又无啦，到底是啥物人会卖主？今仔日啊，透过这段圣经，咱要来想讲，是我家己嘛？是我会卖主，还是我会听主嘛？即句话伫遮咧表达学生哦，大家看来看去，毋知影啥物人的心肝较歹哦，毋知影即个世代的社哦。另外一方面嘛，表达讲即个犹大吼，足够假哦，足够伫遐来化妆吼，伊会安表达到你拢看无啊？哦，你毋知讲伊后一步是要出卖耶稣？咱来想一个问题哦，离开主甲出卖主有啥物差别无？有无？离开主甲出卖主，遮耶稣讲有一个人要卖我啦。咱来想讲离开主甲出卖主有啥物差别？咱想讲一个当时学生虽然无卖主啊，但是后来一个啊离开耶稣，对无？彼得耶稣讲你3遍要毋认我，无啦，哪有可能？你若要死，我对你死啊，对无？彼得安尼讲无？我为你舍命啊，对无？我为着你来赔命。总是后来咧，
耶稣顶十字架，这学生走去对，走到喷经去啦，走到要看人去啦，走去厝边的对无？拢毋敢开门。所以伫遮咱有看会讲，卖主甲离开主有啥物款的差别无？咱信主久久，咱捌有想念头想要离开这个信仰啊无？检菜有呢。所以这个甲出卖主有啥物款的无相款？因为耶稣好无简单，伫十字架顶为了你来救赎嘛，来付出遐济。总是你想有啦，因为一个人，因为两个人，因为一个环境的变化，好啊，我放弃迄个信仰。过去有看真侪遮的信徒，伫迄个环境的变化中间，伊信心软弱落来，妥协。伊妥协啦，所以后来就无来教会啊。所以这足可惜吼。所以伫遮咱看讲，透过即个对话中间，犹大互耶稣间接伫遮来提醒啊。所以拄啊，书会已经有读过，咱就无要读。咱来看讲，犹大当耶稣讲啥物人运迄个饼摕互伊我运迄个饼摕互伊，迄个就是啥物人要出卖伊啊。伫遮咱看讲撒旦入了即个犹大的心。有当时咱看主最后伫遐咧来努力，要互一个人会当悔改，讲等但是咱有看讲，圣经甲咱讲当伊食即个饼了，食即个米了，迄个撒旦入伊的心。圣经甲咱讲，犹大咧管啥？管钱袋的这一个财务的，伊有即款的温数啦但是伊却执迷不悟，伊互拖咧走，财迷心窍。所以遮讲一个真要紧的，心窍最要紧嘛。牧师咧讲道头前，我拢用一句祈祷，求主来开咱的心窍，互咱明白明白伊的真理心窍若无明白，就去魔鬼撒旦迷去啊。所以主假是咱的祈祷文内底讲帮助咱会通安怎？无入伫迄个啥刺就是刺塔迷惑内底救阮脱离迄个啥物所以迷惑过来歹中间，主耶稣咧教示咱要怎祈祷，祈祷帮助，互咱无受到遮个魔鬼撒旦的迷惑，也是讲有一寡遮个刺塔的迷惑。互咱会当遇到上帝所要爱互咱的一个人生伫遮来行但是咱看犹大后尾耶稣甲伊讲好啦，伊知影讲撒旦入伊的心，你所要做紧做。但是伫遮边仔人也拢毋知影总是圣经内底，互咱看会讲，人无了解中间有掠做有三个意思头一个是啥物？要指出犹大卖耶稣的行动所以你紧去做，所以拄海圣经甲咱讲啥？有个人无明白了，嘛有误会，也是讲有另外一个想法，讲耶稣在遐讲犹大，紧去准备即个搬过一个即个物件因为爱用钱买爱准备，阁有去真济遮个送香人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掠有个人掠做讲耶稣在遐讲的是即款的意思所以主透过遮个过程中间，在暗示啥物主耶稣是毋是互咱有啥物款的机会伫遐来反省无？主用即款的方式，互咱看见一个会通包容咱，互咱有机会的即个耶稣。有当时咱无互人有机会反省咱直接就伫遐来讲去，私下会通伫遐来讲。咱看耶稣嘛是透过即个方式，去互伊有一个提醒，然后顾伊的面子互伊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当学生咧问的时阵，讲啥物人要出卖你耶稣就讲我若用
这运米啊，扣啥物人？迄个，伊无明讲，总是奇怪，那因拢无了解，啊，咱拢足巧的对无？咱拢知影啥物人要卖耶稣？啥物人？哦，恁拢比学生较巧啦，对无？奇怪啊！耶稣讲啊遐平啊，我运米啊扣啥物人？啊，迄个人就是要卖我，讲安尼毋知啊。啊个约翰，啊你问你甲耶稣较好呀？耶稣较疼你啊？你甲问啊，问看卖啊吼。啊彼得个，个洗目尾啊，小可点头者，你甲问吼。所以伫遮咱念会讲着彼得吼，所以伫遮头一个耶稣吼。犹太嘛伫讲，互咱有机会，去顾咱的民主伫遮来悔改啊。第二个，咱来看讲，呀，彼得吼，来咱做伙来读来。有一个学生，就是耶稣所听的，遐份耶稣的行程，西门彼得点头甲伊讲，请甲阮讲。伊所讲的是啥物人？伊就我信我耶稣的形象，甲伊讲：主啊，是一罪。主啊，啥物人啊？对彼得来讲哦，伊若是无迄个意思，伊敢袂晓家己问嘛？对无？伊哪会着爱叫约翰伫遮来问？心虚吗？哦，你若无，你是毋是通勇敢讲？主耶稣。啊，到底是啥物人？毋是啦，所以对即个家己无迄个把握啦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家己无把握的时阵吼，伊心是伊无清楚，家己到底出袂主啊袂？伊爱搁拜托约翰伫遐去问，到底是啥物人？伊无讲，敢会是我嘛？伊毋敢问啦。对家己无把握吼，总是第二个伊搁来补充者，补充啦，来咱做伙来读来。记录。我愿意你啥名？耶稣，你愿意为我啥名？我实实在在甲你讲，假叫医生，你要三摆，无问无代志。啊，问了全代志，对无？遐伊若无问吼，真正总是问了吼。耶稣讲：啊，你要三遍毋认我。虽然有讲主啊，你无论倒位去吼，我拢要对你吼。后壁佫赞一句讲：我甘愿为着你来赔命。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哦，要表达伊家己吼，哇，偌年啊对主的疼心甲忠心吼，但是伊无了解伊。的本相，伊的软弱，伊无法度面对即个环境，对伊的信仰的一个考验嘛。所以伫遮咱有看见这段圣经对犹大也好，对彼得也好，其实这人物的代表，拢要成做咱的一个警醒。嘛好参照是毋是咧对咱伫遮来讲话？等于讲我愿意为着你来写家己的命。为家己的命，彼得确实有即款的心，好亲像咱拄仔初信主，咱嘛有即款对主的即款的心意。总是因为环境的改变，服侍过程中间检测有一寡只的伤害，所以伊无认捌着家己迄款的软弱的所在，所以才会讲出即款检测无负责任的话。所以伫遮咱有看，最后伊竟然。无要承认主啊！伫假叫进前吼，伊要三遍哦。以色列的圣地旅游一般拢会去到伫即个所在啊，即个叫做知名教堂吼。假叫下礼拜堂伫遐吼，外口有灯箱，彼得也有一个迄个吼查某干念，你有甲耶稣。共党的咧吼，伊就讲毋是我，毋是我，哦，伫即个所在，每一遍去迄个所在时，就真大一个提醒啊。是毋是伫咱的信仰、服侍，也是讲信靠耶稣的过程中间，咱是亲像安尼
出卖耶稣。可能是因为伫这场我迄个头家讲爱拜啊，我就拜啊。哦，信心无够坚定的时阵拜啊。也是咱常常拄着的，就是检在这个别的场合啊，亲人若无信的，我要安怎去面对？这嘛是一个足大的挑战的。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啊，时时拄着这个环境伫遐咧挑战咱。彼得伊拄着是啥物？就是即款的环境啊，要信毋信，要认毋认，要拜毋拜，这就是咧提醒咱，假叫正正咧提醒啊。有当时啊，咱亲像咧冰册共款，一下就改变。真短暂的时间，检测咱对主的迄款的信心，就会伫遐受到改变。第一，咱看讲3遍毋认主，咱无承认，也是讲无认同，就是彻底伫遮来否认。有当咱看即马即个信仰即个时代一直咧改变的时阵哦，人的信仰嘛咧改变，对圣经无清楚、无认捌，就乌白去解说啊。最近咱看一个婚姻的问题就是安尼，牧师伫遐呢乌白解说啊。所以感觉足可怜，有当时啊，就是讲，咱看去，当咱无清楚这个信仰认捌的时阵，咱就无了解耶稣的心意。所以彼得伊毋认主，甲犹大比起来，好无甲对去啦，对无？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即个反应的过程中间，主耶稣拢咧提醒咱，互咱有机会嘛，互咱有机会。咱做伙来读这段来。耶稣讲安尼，心内大八百就干净讲，我实实甲恁讲，恁中间一人要我。这个话其实咧提醒咱中间是毋是有人会亲像安尼咧离开耶稣，出卖耶稣，无采耶稣伫十字架顶伫遮，为着咱来付出这个代价。耶稣到底咧要求啥物呢？咧八百啥物？伊是咧看重啥物？温度会通体会吗？有当时你付出真多，你关心一个人，结果咧，伊无了解你的心，颠倒所做出来，是互你伫遐来伤害。那咱来看讲，耶稣家己亲自伫遐做，伊咧担心啥？伊咧担心遮个，我就是讲为着犹大来忧伤，为着彼得来忧伤，哦。咱若是看圣经，甲咱讲哦，咱所做毋通互啥物忧伤、担忧啊，只要照圣灵安怎为着咱伫遮来烦恼吼。耶稣伫遮，咱看31节，伫遐讲伊已经出去，咱做伙来读来，已经出去。耶稣讲，人子得到荣光，上帝也伫伊得到荣光。伫遮要指讲。耶稣要上十字架顶，然后伊透过死、搁活，伊完成这个十字架救恩。伫遮咧讲，主确定要行伫这个十字架道路，迄个义的要代替啥物？不义、无罪的要代替有罪的。伊本来会通莫安尼做啊，总是耶稣伊愿意哦，所以显明即款的疼。也透过这个疼，要鼓励咱哦，会通伫遮学耶稣。第一场了后，这个平和兄弟因为昨为着伊来举行这个别的事项，伊这个囝儿孙来最后要离开的时阵，伊大孙就甲我讲，牧师伊有真感动，就看见。咱的兄弟姊妹哦，伫即个过程中间有一款的关怀、服侍，所以真感动哦。伊讲我足久无来啊，以后伊要定定来。感谢主，因为你的一个服侍，会互人活倒转啊，会互人感受到上帝的疼，就是伫即个所在。所以我拢鼓励哦，每一遍特别若有遮个个别的事项，咱的参与最要紧的哦。会通对甲迄个安放礼拜啊无？
通常对甲安放礼拜才有剩牧师牧师娘文成长老兼再个区长其他，是毋是会当咱特别小组，也是讲咱的兄弟姊妹，咱个有鼓励呢，有较侪人去啊，互因会通伫遐来感受呢，感受着讲迄个你的同在，好才能表达出上帝疼的同在呢。所以因伫家属后感受着讲耶稣的疼伫咱的中间，所以这嘛会通鼓励讲过去可能离开主，常常无亲近主，总是是毋是会当未来鼓励激励因会通亲近耶稣。我嘛甲伊大孙讲吼，有甲你这共年纪的吼，拢有小组，也是做伙有这团契，有这三角组织吼，会当做伙来敬拜。我想伊对这个议题感受到主的疼。这学生对耶稣伫十字架顶付上代价，我相信因家己也会感受到，互因感受到讲十字架救恩会通赦免啥物？因离开主这个罪，会通赦免因出卖主、毋认主这个罪过。这嘛要甲咱讲，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救恩，嘛是要安怎？要赦免咱。过去检在大大细细，有互上帝、有互咱的主无欢喜的，伊嘛是抑阁互咱有机会伫遮来包容咱，来赦免咱。所以伫遮咱也认咱来做，上帝是安怎？信实的，是公义的，伊要赦免咱的罪，过来咧洗清咱一切的不义啊！这就是圣经内底对咱来讲起耶稣伊的宽容啊，上帝伊的北长啊，所以耶稣伫遮要用即款的疼来做示范了后，伊也家己要伫遮来想述，这是一个要紧的命令，一条新的命令。这条新的命令是对耶稣伊家己亲自来示范的，伊家己来做的，讲恁就爱彼此相疼吼。我疼恁，恁爱彼此相疼。所以对这条新的命令内底吼，咱旧约内底已经有疼人亲像家己的命令。总是主耶稣讲，我互恁一条啥物新的命令，是因为啥物？开始互因有一个新的范围，就讲恁就爱彼此哦。过去旧约讲恁就爱疼人亲像家己，即马呢，伊互因有一个新的范围，讲恁就爱彼此，就是恁中间开始哦，恁爱开始做即款的示范出来吼。第二就是讲，我安怎疼恁，主只是讲主安怎伫遮来疼咱吼，我安怎疼恁，这是一个新的源头啦。耶稣互咱学习，就是伊是一个疼的源头，疼的示范。所以我甲家属讲，毋是阮外口疼，是因为上帝疼咱，主耶稣疼咱，所以咱才有法度彼此伫遮付出这个时间，伫遮关怀来相疼。第三个，咱看讲，恁嘛着爱安尼彼此安怎相疼，这是一个新的程度，就讲恁爱安怎做，爱做甲安怎，爱彼此伫遮来疼，亲像主疼咱。最后一个就是讲，众人要因为安尼认捌出恁是我的安怎学生啊，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关系，咱甲主的关系。我是毋是诚做主的学生，还是我甲主无关系？这个在提醒咱哦，这是对这个疼的内底，互咱诚做新约内底这个信徒的一个真要紧的标记，一个象征。最后咱来看讲，互彼得有这个机会啊吼，来咱做伙来读来。西门彼得甲伊讲：主啊，要倒落去？耶稣应讲：我所去的所在，你现时对我，后来现时袂对我，应该是讲现时吼，伊无法度对我吼，总是后来要对我吼。所以说，甲伊讲，即马你无法度对我，为什么？你的灵命的成长吼，迄程度还无到遐啦。
要叫你做无共款的服侍，做袂落。有当时啊，就是安尼，某物人请你来迄个无法度，袂堪的，所以有当时即个灵命的长进真要紧。牧师为虾米要开这个训练的课程啊？就是要帮助互咱透过这个训练，你是毋是有迄个谦卑受教的心啊？无，你若有迄个谦卑受教的心，学起来就是你的啊。你会通透过这个文字，透过这个信仰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中间，互你的灵命长进，你才有法度做无共款的服侍啊。你才有法度对头对到尾。你才有法度伫遐来付出，可能你的时间、你的金钱啊，无你做袂出来。咱的信仰程度无法度长进时，你就会有所限制哦。所以伫遮耶稣讲，你还阁无成熟，你即马也无法度无耶稣若讲有法度来，你即马甲我做伙定看卖好无？定看卖过去。若拄着这个丧事啊，这个告别，半暝接到电话。但过去我伫服侍中我著随联络这个，即摆毋是敢若文成长老李介成长老，即摆某物人有过身蒙主恩调你会当去袂？一个一个小员通知呢。然后，无论日时半暝，会当去做伙到伫病院，做伙到伫殡仪馆。兄姊妹，咱看半暝要叫你起来，如果你若无当日叫你起来，你要起来无？可能因为关系啦，我总是一般无迄个灵命的成长过程中，可能你做袂到。小会员嘛是相反的，所以你的灵命为什么要培养？到底耶稣咧讲啥物？当迄个时阵你还无够业，你还无法度去承受，总是后来你要安怎？你要对我。耶稣互彼得有迄个机会啊！性命虽然无完全，总是耶稣要成全啊！现在开剑主总是将来要伫遮来做出荣耀主的。我所去的所在，伫遮咧讲的毋是迄个各国他的所在，伫遮咧讲的是指主耶稣伊即个受死进入荣耀的即款的过程，顶是个即个过程啊，即个服侍啊，总是。后来你要伫遮来对我的意思，就是咧讲第一个讲，你都三遍毋认我咧，所以你也无法度做到安尼。所以过来将来你要伫遮来对我，你要来荣耀我的名。照初期教会伫遮的讲法，就是讲，使徒彼得到年老伊确实为着主伫遮来顺道啊。咱拢有捌听过无？伊后来安怎死的？倒头定啦，耶稣是安尼定伊倒头定。这是照初期教会伫遐的传说，伫遐所讲的不过有言伫遐讲，将来你要荣耀我，你会通靠会起行这个十字架道路。求主来帮助咱互咱会通伫遮来明白讲，主耶稣互咱有机会来承认，咱家己信仰伫迄个软弱坎站，咱有看见无？还是咱感觉咱讲真自满、属灵的骄傲，我拢无毋对，拢别人毋对。第一是想，咱是毋是愿意听主搁较深啊？主啊，我愿意，我靠你啊！虽然我知影现实有软弱，总是我无要互这个困难挑战伫遐来赢过我。咱做伙起咧，咱用首诗歌，咱来回应主主听你啦，主犹原咧替你祈祷，主要享受你会通伫你的人生中间，你的信仰顶面
一直互咱有机会咧反省啊。6月18是咱7月洗礼报名的这礼拜最后一个，过来当然咱有9月10月，每一遍拢是主在互咱有机会啊。主已经为着你伫十字架顶付上代价。主检测有当时为着你咧忧伤、悲白，咧等待你，亲像咧等待这学生安怎回转，倒转来到伊面前，照伊心意来行。主听咱啊，咱要用这首诗歌伫遮来回应主的话。我的心忧伤痛悔，又怎搁惊遐？做做困腹重担，我袂扛伫你的听。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互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听，投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也活，坎坷也归我，绝无啥物会人听我。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无风雨，为咱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咱听煞。主你的名，我的心忧伤痛悔，又怎搁惊遐？做做困腹重担，我袂扛伫你的领。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互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听，投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也活，坎坷也归我，绝无啥物会咱听煞。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无风雨，对咱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咱听煞。主你的听，主你的听，投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也活，坎坷也归我，绝无啥物会咱听煞。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无风雨，对咱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咱听煞。主你的听，对咱到永远。对咱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咱听煞。主你的听，三角来祈祷。主你的听，好顶的长看关心。主你听阮听到你欢喜，为着阮来付出性命。你嘛在等待阮回应，你听我嘛。有当时阮亲像犹大，阮亲像彼得，出卖也好，毋认主也好，主你有缘，互阮有机会，等待阮回转到你面前，来承认你是生命的主啊，是拯救阮的主啊。是过我的主啊！主啊，你有缘在听阮、包容阮，互阮有机会。求你的神来感动阮，检测阮拄当伫迄个哀伤、死神，
是欠亏软弱的时阵，你愿用你的圣手伫遮来扶持阮，你愿用你的疼来安慰阮，你无放弃阮，无离开阮。主啊，求你来挽回阮的心。主啊，求你来带阮到你的面前，因为连阮的信心嘛是你所想属。帮助阮存记你的话，伫阮的心内不断的思想，直到阮用信心来行出来。感谢主，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叫圣名，阿门。再请起。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